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如此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总是成为我道路，我只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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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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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有了，很小声啊，是这个。好，做温柔的声音，
是他带啊。没有，我刚刚跟他确认，他说他带。他说。迅速变成甘愿，后过的挽救红线。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如此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来敬拜神，求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动摇的信心。一起拍手。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与主活主。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沿着信心高强壮，站着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挣扎。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沿着
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是的，主，即使我们面临各样的困难和软弱，我们依然要赞美，依然要祷告，因为我们有不动摇的信心。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请坐。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的荣耀。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
上帝，谢谢你总是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不但自己能胜过苦难，并且可以去安慰别人。求主让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都能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不靠自己，单单依靠神，让我们经历得胜，让神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个新眼光的这一周的那个分享的题目，它的题目是上帝的声音。哈，那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在诗篇29篇第1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净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个诗篇诗篇29篇的第1到11节，那是大卫的诗，他是用这个大自然的现象来去荣耀、去赞美神，因为他可能觉得他不知道可以用什么言语，他就用神自己所创造的这些大自然的力量来去诉说神的能力。那这个1到11节里面呢，他总共有提到18次的耶和华，好，然后他有提到7次的声音，好。所以，这一篇的分享就是说，上帝的声音，其实神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借着跟亚当跟夏娃，就跟亚当夏娃在对话。创世纪第3章第8节，他说什么？他说，自亚当夏娃以来，神一直在对人说话。圣经从一开始就说，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然后第10节又说，亚当说：“我在园中听你的声音。”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可以知道，神一开始就跟我们有在对话。那到底我们常常都会去问说，我怎么去听到上帝的声音？很多人也都很想要去听到上帝的声音。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呢？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听到上帝的声音，可能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当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的脑中里面常常出现一首歌。如果听见上帝的声音，你会想到哪一首歌？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啊？静静听啊，轻轻听嘛，哈，对，没有错。其实应该10个有1半以上的人都会听到这一句，这个轻轻听，对吧？轻轻听，我要轻轻，然后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其实没有错，我在准备的时候，这首歌也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在那边转，好。然后呢，是不是我们要听见上帝的声音，就一定是要安安静静、轻轻的，才可以很安静，我们才听得到上帝的声音呢？是这样子吗？我记得，我退伍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经过我姐姐介绍，
我到了一间那个传产的公司，做毛巾的公司。那间公司可能我讲出来，如果有经过这名字的，你可能就是有一个年纪那个不是三花，那个还更久，那个叫做美冠没听过我想也是应该很多人都不会承认了那美冠毛巾，我去那边上班我是做业务的我被分派到的地区就是那个我跟你讲是台北市最老的地区，我的地区在那个重庆北路，在迪化街，在广州街，恐不恐怖都是这些地方因为那些地方呢我是菜鸟嘛那个地方是没有人要去，为什么？因为那边的老前辈说，那边里面的老板都是怪孬住为什么？因为那边的我去的店家都是一些百货行，就是早期的百货行，所以那些早期百货行都已经是可能是我遇到的老板都已经可能第2代甚至于是第3代的老板了，所以讲那来这种怪孬住，那叫拍溜的你要我去那边常常都是被罚站一站就是要站很久，因为他不理你我就在那边上班上了我就一天到晚就在那个重庆北路啦迪化街、广州街就这样子一直都在绕。那我就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这个地方了那有一次呢，我主管就叫我跟我讲说，如山，那个你载我不是你跟我去一个地方我要去报价，你帮我看车我想说我想讲有什么好亏的，结果是叫我去顾车好啦，反正菜鸟嘛什么都做嘛就车子开着就开到那个重庆北路跟那个民权东路口塞开下来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终于来到一个那个比较像人住的地方结果去到那边，我们那个协理就上了一个大楼，然后那个大楼呢就是在那个复兴北路跟民权东路口一个叫做那个大楼现在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记，它是一个那个大理石的，全部整栋都是大理石这瓦固这瓦固我想看卖这30几年前的代志整栋大楼全部都是大理石。然后我就在那边看车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穿着西装，打个领带然后手上都提着公事包，然后女生也都是这样子，非常的端庄这样子。然后我就现在想说，我就看看我自己，我穿牛仔裤，去穿布的，你知道？我在想说，我有一天我上班我买下来这一双上班如果可以像他们这样子，那不是太美好了吗？这样才像是上班不是吗？就这样子，后来。老板就协理就下来，我们就开车回去，我就继续做。有一天呢，我下了班，我下班，我们公司在那个不是要下班，然后我车子开着，就正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每次下班我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把音响开得很大声。我开车，音响开着很大声，然后放着那个很快乐的歌因为那种笑脸，所以都放那个舞曲所以就会很快乐要回家了然后都很大声然后正要上高速的公路的时候突然间我听不到那个音响的声音，然后我的心里面呢，可是我知道那音响我没有去关它。突然呢，在我的心里面呢，我就有给我一个不是声音，他是给我一个感动。他跟我说，他给我一个感动，我自己心里面想起来说，他不是说，他是说你在哪里？我当下我感受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是嚎啕大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很感动，嚎啕大哭。我一直沿路从那时候我是上重庆北路，我沿路一直哭到下南坎高速公路，我都还在哭。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说，我跟上帝说对不起，因为我已经在那一栋大楼上班2年了。我就在那个我曾经非常期盼的那个大楼上班，我穿着西装，我穿着皮鞋，打个领带，我手上提着公事包，我在那个公司，在那个大楼进出已经2年了，我浑然不知，上帝已经有对我说话了，其实我都不知道。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声音，一定要有一个声音叫做“我给你好，可以吗？”
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主的声音，不一定是要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很多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声音，对我们说话，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忘记了。就像我一样，我已经忘记神答应我、回应我了2年。犹太人有一个歌词说：“若听见上帝的声音，可别刚硬你的心。”我再说一次，犹太人有一句歌词，他说：“若听见上帝的声音，可别刚硬你的心。”去年，我选上了，再一次的选上长老之后，我就很用心的祷告。我跟上帝说：“神啊，你告诉我我要去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然后我也跟上帝说：“神，我想要做什么？”我还记得我很破天荒的。我写了一封信给陈牧师，跟陈牧师说：“牧师，我祷告之后，我告诉他说，我想要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封信写完之后，我必须说，我一直在寻求上帝给我答案，我可不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可是呢，当那个职务分配的时候呢，我又听到神对我说话的声音，就是什么？就是第一志愿 no 没有你，第二志愿 no 也没有你，我被分派到的工作是，我被分派的事工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要的，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要做的，所以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叫做见证，可是我觉得我是听到神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 no。那其实我必须说，我非常的沮丧，因为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又让我再一次的沮丧。我觉得怎么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做这个，我想了好久了，可是上帝就跟我说 no no no， 我没有。我现在做的，我现在，2025年我所要做的事工，我所要担当的事工，上帝给我的是我当时我想都没有想到的。可是我更确认一件事情，这是上帝给我的声音，就是什么？就是 no。神的意念超乎人的意念。当我接收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有想到这一句话，就是说，若听见上帝的声音，别刚硬你的心。其实我有一段小小的时间，我必须说，我也在牧师的前面说，我有一段小小的时间，我也很想跟上帝说 no。可是我记得我看过这一段话之后，我就跟上帝说 yes。那当我跟上帝说 yes 之后，其实上帝就给我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源，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同工，也有给我很多很多有人给我一些他的要给我的帮助。像今天有来到这边的那个士林传道，他就马上跟我讲说：“如山，我跟你讲，我们可以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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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里面我一直觉得说，对，当我们如果愿意我们自己跟神说 no， 神又愿意神跟我们说 no， 可是我们愿意说 yes 的时候，神就会给你想象不到的资源，你想象不到的人，所以这是上帝的声音。第三个，我们是不是真的常常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呢？还是只是有听没有到？有一个听障工作者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听再多遍也不会懂，你们却听很多遍都没听进去。”他是一个身障的工作者，他都在为身障的人去谋取福利。那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他常常去争取福利的时候，他常常都觉得外界的人都不了解身障的人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说：“我听再多遍我也听不懂你们讲什么，因为我听不到。可是你们却听很多遍，你们都没有听进去。”我们是不是都是常常这样子呢？
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很多的事，我们都不愿意去听？有听，可是不愿意到。前一阵子啊，不是其实没有前一阵子啊，就几天，这1-2个礼拜前哈，我想牧师讲到的时候有讲过哈，牧师对了那个小会员哈，发出了那个很严厉的那个谏言呐，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听到我们这一位我们的牧者他的声音呢？他的声音他在表达什么？我们真的听得到吗？我们真的有听？我们真的愿意到吗？我们愿意真的去到位吗？帮我放下一张投影片。刚刚的他人不在，嘉生帮我按一下。帮我按一下。最后一张那一张图片。好，这个是教会社教10周年的纪念。那个套那个全家麟讲的话，小弟我小弟我很荣幸，我有在这张照片里面你们猜得出来我是哪一个吗？应该蹲在地上没有错啦，因为他10周年嘛，10周年教会才10岁啊。我4岁来到桃园我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全家就从那个和平路就过来这里。我爸爸妈妈有到和平路那边，然后到这边，然后10周年我很荣幸，我也在这个照片里面我是哪一个蹲在那个小朋友当中的其中一个你们自己去找。好，那我为什么要用这张照片呢？迦南教会今年要走入第60年。我很诚实的跟大家分享，今年是我少有几年觉得很有盼望的一年。大家阿们吗？我是很多年，我很少有这么有盼望。今年是我觉得我很有盼望的一年。那个盼望不是对于我自己很有盼望，我觉得我对教会，我觉得我感觉到我很有盼望。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很有盼望。当陈牧师在跟大家分享那一封信的内容那一封他的有感而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我有跟同工分享同工觉得怎么牧师怎么突然这么严厉，牧师怎么突然这么的讲得这么直白。那我跟同工分享说，或许你很惊讶，可是在我来讲，我觉得我没那么惊讶，因为我跟陈牧师共事过很多年。以前陈牧师在青年牧区，他没有那么严厉，可是那个态度就是这样。那时候很多的年轻人常常会来跟我讲说，牧师今天又怎么了？牧师为什么生气？牧师为什么那样说？那所以我不能跟你讲说我很了解，可是这样的场合场景我还算蛮习惯的。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听到我们的牧羊人对我们发出的声音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跟着我们的牧羊人走呢？牧羊人跟羊他们的关系是什么？羊绝对需要牧羊人来带领他们，因为羊是短视的。短视不是说他的眼界很短，不是，是他的眼睛不好，所以他是短视，他看到的距离不多，很窄，所以他需要牧羊人去对他们发出声音。羊对声音很有感，他就算在所有的地方，很多牧羊人一起叫，可是他只会认得牧羊人，他的牧养他的那个牧羊人的声音，所以他都会朝着牧养他的那个牧羊人走。即使有很多的牧羊人一起叫，他还是会跟着，因为就像圣经说，羊认得他的声音。
我们真的认得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声音吗？我们真的认得我们的牧者他发出的声音吗？我想我们都必须要用很谦卑的心，我们去探索这件事情。我们如何去跟我们的大牧者，跟我们在教会的牧者，我们能够有很好的这样子能够对上话的声音呢？如何去对上它？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在这一篇文章里面的后段，他有提到说，以色列人在经历出埃及为奴之地，进入迦南美地后，悖逆又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不仅拜迦南的神明，又为自己雕刻偶像。上帝追讨他们的罪，兴起邻国攻打他们，于是他们一再落入罪的循环中。然而怜悯人的上帝屡屡兴起先知，发出应许和安慰以色列的声音。他要先知撒迦利亚转告百姓说：“我是上主，我曾经对你们的祖先发烈怒，可是我现在对你们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转向是一个决心的行动。主乐意与我们同在，更喜悦我们与上帝建立和好新的关系，将充满爱与救赎的真理传扬在街坊里，让社区朋友也有机会听见上帝的声音，经历上帝全能的同在。我们是不是愿意转化？我们是不是愿意转向？我觉得60周年是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机会。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很好、华丽的转向的一个机会。为什么说华丽的转向？我不知道你们认为是华丽，还是认为是拖累，还是觉得好多事情。也有同工在跟我分享的时候讲说，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好多事情做都做不完。他还列给我看他今年要做的事情。真的，我跟他讲说，好精彩，好生动的精彩因为真的是好多事情。好不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经历，可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向的机会。我们转向的不是我们的事工，我们的转向也不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转向是神，就是为了我们的神，为了那爱我们、带领我们的神。迦南教会在这边60年，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前辈，文成长老、士林传道，他们都在这边。从零开始，我是从零跟教会一起长大，他们是看着教会从零开始，这个教会接收了很多的荣耀，接收了很多的神的恩赐。我们的教会从来都没有欠缺过什么。今年做那个外展部的部长，在跟牧师在跟牧师问一件事情，说：“牧师啊，我们要去关怀那个弱小肢体去年我们总共花了6万块钱，那我们今年要编多少钱？牧师跟我讲说30万。我还记得，我还问牧师说：牧师，你说多少钱？他说30万。我就没有再问下去，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牧者如果有这么有信心，30万，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经过去年，其实我们有很大的危机存在。可是牧师对于2025年却编列了30万，要去什么？要去做弱小肢体的关怀。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德，就是。我们为什么从来都不缺钱？因为迦南教会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愿意给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建堂，不管从这个拆掉之后的第2次、第3次，其实我们的教会从来都没有贷款过，我们也没有去跟别人募过款。我还记得嘉光那时候陈牧师要去嘉光去。开拓的时候，迦南也挹注了很大的一个资源给嘉光，
800万，而且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把它完成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迦南的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我们是一个很愿意给的教会。当陈牧师跟我讲说编30万的时候，真的这就是我刚刚讲，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我感受到我们的教会会是很有盼望的教会，因为我们是一个愿意给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在这一个经节的帮我按到上一页，这个经节的最后一节，诗人大卫他前面用了很多大自然的东西去诉说神，这里面有天象，有什么很多很轰轰动动，可是他到了第11章的时候，他却用了一个非常平稳、安慰人的心，跟所有看这一篇文章的人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查了一下，什么叫做平安，跟大家分享。平安代表着我们与神有着亲近美好的关系，也可以说我们成了神的子民，神爱护我们，保守我们，欣赏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任何的邪恶都不可以胜过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就是平安，这个平安在任何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你拿不到，就只有在基督教平安。所以我们不用怕，在我们要前进60周年的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因为神应允我们说什么？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要如何听到主的声音？靠近他，靠近他，你就会认识他的声音。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听见主的声音，我们就是靠近他，靠近他，你就会认识他的声音。在呼召我之处，主那温柔的圣灵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全心感受。但你愿意打开吗？你愿意伸出你的双臂来迎接圣灵吗？你愿意打开你的心灵来迎接圣灵吗？当圣灵向你来敲门的时候，你有听到这声音吗？你的动作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唱。主温柔的声音，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再一次，我们用心灵来领受，来唱。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刺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主慈爱的真理，他的荣光会照向我们每一位。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生命，他会赐下平静和安息，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
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在呼召我之处，让我们一起来献上这个敬拜，让我们一起来献上这个敬拜，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让我们都献上敬拜来赞美他，来赞美他，因为他是呼召我们的神，他是赐福赐平安的神。歌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帮我按下一页，祷告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来祷告。下一页，我们一起来为南加州史上最剧烈的野火来祷告。它已经造成了24个人的死亡，上万栋的房屋全毁，10多万人撤离。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怜悯，早日平息野火，也保守受灾的居民能够度过危机，早日重建家园。第二，我们也一起来为着我们的国家，立法院迟迟无法通过114年的总预算，它已经危及民生及国家的运转。让我们一起开口，为着这113位的立委来代祷，求神的智慧与他们同行，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以理性来追求国家人民的利益。第三，我们也为着再来后天，今天15，大后天18号到20号大学的学测来祷告。我们教会有2位孩子，一个是意涵，是翠玲长老的女儿，另外一个是陈毅、纯展跟婉玲夫妇的儿子，他们来参加学测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开口，大声的来为这3件事情来祷告，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这边，我们再一次的主，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这个共同的这个环境，我们这个地球村上面的每一件的发生的事情来祷告。主，我们要特别为着南加州的这样的野火来祷告。主，我们看到这野火烧已经造成了24个人的死亡，更使得上万栋的房屋被毁，更多的人他们无家可回，他们的财产受损，他们的家人离异，他们目前他们的心里面不知道该如何。主，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的心来祷告，为他们的灵来祷告。主，你就差派圣灵进入他们的心里面。主，你圣灵那安慰的灵，那抚平人心的灵，那对人唱歌的灵，主，你就进入这些向你来呼求，以及这些受灾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这生活的我们这个共同生活圈里面的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灵里面，主，你就进入他们的心里面，安慰他们，对他们唱歌，保抱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因为有人在为他们祷告，因为有人正在想办法要去援助他们，因为有人正在呼朋引伴的一起祷告，来帮助他们，无论在哪里。主，我们求主你来帮助他们。主，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着114年的总预算来祷告。主，我们祈求父神，你就将那智慧的灵，主，你就施行在这个113位的立委的身上。主，好叫这些立委他们有智慧来行事，不是凭着冲动，也不是凭着自己的义气，乃是凭着神所赐给人的这样的智慧聪明来行事，让他们做出好的判断，做出好的行动，好叫在台湾的每一个这2300万的人都能够因着他们的好的作为，也都能够得益处。
主，我们要为着再来的1月18到20的考生有意涵，还有盛意，他们将要在18到20号要参加大学学测的考试。我们求神，你就将那健康的身体赐给他们，也将那有信心、有盼望的这样的能力赐给他们，更将聪明智慧赐给他们，让他们在平常他们所记所学的，他们都能够在当天都能够全然的发挥，让他们在那一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充足的精神来做出最好的这些的应答，让他在他的课业上面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这样的回应。主，我们将这3件事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再来，我们要为着教会来祷告，为着本月利未记的灵修笔记操练来代祷。我们祈求神的话每日都带领我们，可以今日事今日毕，也为着新的分组组长组员的配搭来代祷。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像我自己的小组，我的小组长是新的，他的组员里面有6-7成他都不认识，他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我们真的要为这些愿意来服侍人的这些的小组长来祷告，让他们有能力，让他们有智慧，更让他们有充足的盼望跟信心，来在代替教会来去关心他们、牧养他们。也求圣灵在每一个小组当中运行，在这个新的每一个小组当中运行，让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都是成为一家人。第3，我们要为着下周3的见证会来祷告，求主透过弟兄姐妹所预备的见证分享，能有更多的经历主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慈悲爱们天父，谢谢你。我们先要为本月份开始的灵修笔记，就是利未记的操练，祈求主透过读经文、挑金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毕的顺序，来彻底的明白神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今年度，也就是从这个月开始，我们教会的小组重新的分组，求圣灵在每个小组中运行，使组长、组员彼此的配搭、融合顺利，在耶稣里成为一家人。我们也要为下一周3，就是元月22号，我们的祷告见证会，我们要为他们来代祷，求主透过弟兄姐妹所预备的见证及分享，能够让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教会的会友经历更多主奇妙的作为。我们将这以上的这3件事情恭敬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唱这首歌的副歌啊，在你呼召之地，在呼召我之处，
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好，邀请大家在我们要接下来为肢体祷告的时候，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求上帝再一次将他的话、他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信心、平安，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呼召与感动，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成为一个祷告的祭坛，如同亚伯拉罕的祷告，如同大卫的祷告，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应允。我们再次为自己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来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主啊，也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挑旺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明白，主啊，我们在这里并不是突然的，在主里的劳苦，主啊，都不是突然，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着益处。主啊，求你再次赐下你的恩典、能力、大能，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使我们能够看见上帝你的爱，看见上帝你的祝福，看见上帝的同在，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祷告的器皿。谢谢阿爸父神。主啊，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的聚集和敬拜，也谢谢你使用我们的祷告，即便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但是上帝你是我们的牧者，你必定要回应我们。即便有时候上帝你对我们的祷告是说 no， 有时候你是对我们说wait， 但是上帝我们愿意顺照你的意思来祷告，而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祷告。因为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亲爱阿爸父上帝，也感谢你，让我们会当在这来学习祈祷操练的功课，让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都当真做祈祷的器具，真做祈祷的祭来献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听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祈祷。主啊，让我们会当得到上帝你信心的充满。主啊，将我们的软弱、缺乏、贫穷，主啊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上帝你的恩典、祝福、恩膏满满，在每一位祷告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首先为阿胜弟兄，他在1月5号蒙主恩召，那他要来的这个礼拜六一大早，在他的老家，就是在小乌来的地方，来举行入殓还有告别礼拜，然后要到中立殡仪馆来火化，火化完之后，要再回到山上来安葬哦。我们感谢主啊，这个阿胜兄，他能86岁的高龄哦，好，那他出生在这个山上，好，那他最后这个一口气也是回到山上哦。当他回到山上他的老家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呼吸管拔下来哦，好，然后呢，好，真的就是用他最后力气，好，他然后上帝就让他很安详的能够接去，好，那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哦，因为上帝把他带到这个地方出生，然后他从这个地方又被上帝接回去他的灵魂哦，好，所以真的他的家人也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好，就是神真的是很爱他。我们也为这个整个告别式，还有他的太太秀芝姐，好，这个遗嘱来代祷。第二，我们要为翁吕红昭姐妹，好，那她在去年的最后一天，的这个傍晚啊，蒙主来恩召，好，那在那个跨年祷告会的那一天呢，好，那一天也是郑牧师娘去探访，好，那在探访之后，好，然后对红昭姐所说的话，她都有领受，好，所以很快的神就把她接去，好，那也让家人得到很大的激励。
那要在这个月的25号过年前，好，在自己的家中民生路上，好，来举行入殓告别，好，而且要用传统的安葬土葬的方式，好，来举行这个安葬的礼拜。好，那因为整个家族当中只有洪昭杰是基督徒，好，那所以也为这个家庭家人代祷。第三，我们为嘉芬姐妹来代祷。好，那在去年底发现乳癌第2期啊，好，那也在上个礼拜2，好，已经礼拜1，好，已经完成了这个乳癌的癌细胞的切除手术啊，好，那已经顺利的出院，也保守嘉芬好能够恢复的非常的顺利，好，也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好，也没有再有复发的或是扩散的迹象。第四，我们为着义如姐妹来祷告。好，那义如姐妹她发现她的肋骨好有疼痛的地方，好，那怀疑是胃或肝脏，好，然后还有加上人的疲倦哦。好，那也求主保守，能够让义如好能够得到主的医治，好，也能够有信心交托神。第五，为家芳姐妹来祷告，好，是这个凯安长老的太太家芳老师，好，那她在也是2个多礼拜前，好，这个脑平衡不适，好，那现在这礼拜看到有在恢复当中，也有在进步当中，好，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姐妹的代祷，那也继续为了这个春梅姐来祷告，好，王春梅，好，那她也是在这个癌肺部好的部分，好，那也做了化疗，也求主继续看顾和保守。第六，我们为在青年牧区的青年，好，要特别在今年的过年前，好，他们有一个围炉，好，特别为在青年牧区当中有一些年轻人，好，是从外地，好，或是没有办法回到他的故乡，好，那能够举办这个围炉，好，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以及第7个是为着青年的联合小组聚会，好，特别是青年的区组长同工都能够有好的协调，好，以及牧养，以及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好，教会的下一代，好，为着他们来祷告祝福。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好，为这几件事情来祷告。主，我们为阿圣兄、洪昭姐、嘉芬姐妹、义如姐妹、嘉芬老师，还有春梅姐，还有为着我们的青年牧区以及我们的儿童牧区、青少年的这些区组长们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能够走得胜的路。主啊，帮助他们能够在各样的疾病或是在各样的疼痛、在各样的软弱上面，有主能够成为他们的依靠和帮助。主啊，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信心，看见主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使他们能够为主活出美好的生命。愿上帝你赐福在阿圣的兄的遗族、修枝姐全家、洪昭姐妹的遗族全家，还有嘉芬姐妹、义如姐妹，还有家芳老师、春梅姐，还有为着我们教会的这些青少年、青年学生，还有儿童，以及在过年前的这些没有办法与家人围炉过年的肢体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愿上帝你看顾保守。主啊，谢谢你在这里再次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感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在教会一起来聚集，一起来祷告。也谢谢你赐下一个愿意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学习成为祷告的器皿。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各个地方来筑坛献祭，他为着他的家人来祷告，为着他的上帝的产业来祷告，为着神所给他的意象来祷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成为信心的父亲，而他的妻子撒拉也成为信心的母亲。主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对主更加有盼望，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们为迦南教会今年60周年献上感恩。主啊，你给迦南教会丰盛有余，你在你所带领我们走过的路径都滴下了油脂。主啊，你要使迦南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是一个使万民得福的教会。你要让迦南教会能够在桃园这个地区能够来宣扬主你的美善。主啊，你要使迦南教会能够成为那流奶与蜜之地。主啊，让我们能够拿出信心来跟随你。主啊，来跟随你的呼召与脚步。主啊，让我们能够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特别为着我们教会当中的牧者来祷告，为着我们教会当中的长老们来
来祷告，执事还有区组长来祷告，为着我们教会的全职同工干事群来祷告。愿主你赐福在他们的服事上面，在他们手所做的工作上面，都能够满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大能。主要让教会的同工们是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主要能够在这里做合一的见证，能够彼此相爱，愿意彼此谦卑服侍，彼此洗脚。主要即便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即便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不足，主要即便我们知道自己有很多的担心或是惧怕，但是在主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要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定的依靠你，就如同约书亚和迦勒，主要看见那流奶与蜜之地，就勇往前行，因为那是上帝要赏赐我们得着的应许地。主要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产业，是要让我们的世世代代，让我们的儿女子孙都要在这里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求你帮助再次赐福在迦南教会今年所有的服事、所有的计划、所有的事工当中，不论是对内或是对外，都有圣灵的来帮助。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赐福于你。愿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满满，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我们的家人当中，阿们。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愿主的恩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哈利路亚！天父上帝，谢谢你，在你的殿宇住一日，胜过在世上住千日。主啊，我们的何等的福分，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来到上帝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谢谢你再次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你的教会来说话。主啊，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主啊，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主啊，愿你的灵也时时刻刻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即便我们的软弱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主啊，但是你让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而是领受的是儿女的心。我们呼叫阿爸父。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迦南教会当中来成就，特别在迦南教会庆祝60周年的时刻。主啊，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看见有神你的恩典祝福的记号满满。主，愿你的恩惠慈爱信实平安与喜乐常常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主啊，不论我们在遭遇各样的疾病
或是困难，或是考试，或是工作上面的压力，或是天气上面的寒冷变化，主啊，都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为了在美国这个加州的大火所造成的这些损失，主啊，求神你来掌权。主啊，也为着我们的国家台湾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里面的纷纷扰扰，主啊，愿神你掌权。主啊，也为着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主啊，让我们学习感恩，学习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时我们要同声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好，哈利路亚。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我，赐福我们找5个弟兄姐妹，好，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充满你，充满我，充满每一个人。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到这边，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也愿神的祝福恩典满满与大家同在，平安。也谢谢线上参加的弟兄姐妹，好，愿神祝福您平安。